即間人類世間的迄度啊，描寫即個最繁最少啊，就係小説家嘅質量、小説家嘅前途、小説家嘅歷史、小説家嘅實作，攏仲是較少嘅。但係我嘅聖經講啊，在呢個馬太福音6:32節樣講，攏仲一切，家都係攏仲認出唔識上帝嘅人都係需要嘅。嗱，但係即個嘅天父在天堂等，第一個需要。攏重熱切呢個，第四就攏重熱切咪啦，是個實用咗，是要用經費，攏重民族簽嘅天父啲一個做嘅安那啥，也係需要。馬太福音6:33節，但係簽上帝嘅天結，及簽嘅真理。攏重熱切加嘅真加本切加，那最重要啦，即個就係簽上帝嘅結加，簽上帝嘅真理，然後攏重即個實用作，唔是少唔是犯，佢為真加本切加。意思嚟講，即個要真理，要上帝，佢為真加本切加，佢為個統籌，攏重即個需要嘅，佢準備將本切加，透過即個嘅聰明智慧，佢本切加嘅，阿門。